大台南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東亞公會舉行第12屆第2次會員大會，拄好公會成立35週年，經一個會員代表共同關心產業發展甲未來趨勢。公會除了持續做產官溝通的橋樑，也規劃一系列前瞻性的觀摩參訪、產業交流以及專業演習活動。因為明年7月1號要實施這個進工地，一定要職安卡。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積極來跟職安署的來辦這個職安卡的這個教育訓練。那我們接下來會來辦這個12月份的台北的世貿的建築展。會中也聚焦這幾檔的土風氣化問題，在公會積極向中央甲地方政府反映之下，台南市在今年3月份推動建築工程土風多元處理制度，並開放民間工程土風會當直接載到家屋地區進行回填作業，唔免經過土資場轉運證書，就是業界所講的A到C模式。除了關注工程環境改善，也同步推出全國首創的大台南房地資訊站。這個參考值是可以很有價值的參考值，各區域的報開工量。成交量、成交的價格，還有土地的成交。該平台頭擺透過政府開放資料，甲房地產數據視覺化，除了協助會員開發商直觀掌握未來2檔到3檔的市場趨勢，甲賣地定價評估，提升公會資訊的專業度甲公信力，同時讓民眾更透明的市場資訊。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